玩咗15、16年啦。當初係中學嗰時有個興趣班，跟住就一路玩落去咯。其實一開始係唔中意嘅，但係只不過去到中段咧，你開始攞啲獎啊，有少少成就咧，就會想繼續追求落去，繼續玩落去。其實都係一班隊友，因為大家都一齊堅持咗10幾年啦，咁無謂即係自己放棄，跟住又大家一齊散咗啊。第一次玩全港賽，因為嗰次其實係失咗手嘅，咁但係呢個失手咧就會令到我會更加想進步落去咯。贏咗，因為今次係2年一次選拔一個我哋叫世界賽嘅選拔賽啦。咁啊頭2名咧就可以下年代表香港參加世界賽，係啦。幾好啊，唔錯啊！有咩目標？攞梗係爭冠軍啦！加油！好多謝多謝，好。該隊使用時間9分25秒，難度分高重9.2，快重9.2，高重9.10。唔該晒，冇咁分㗎。爭一兩句，爭一兩句，我正唔正？完成精彩報道司令。世界賽見啦！世界再見啦！